咁好啦，跟住落嚟下一隊咧就係聖方濟愛德小學嘅同學，咁佢哋嘅作品咧就係叫做保育中流忍者隊嘅，有請愛德小學嘅同學。各位評判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哋係聖方濟愛德小學嘅同學，我叫做梁子謙，我叫做任俊強。我哋因為香港嘅文化古蹟越嚟越少，所以我哋設計咗忍者嚟保護中流。呢個就係 Level 1嘅遊戲玩法。首先呢，玩家就可以利用鍵盤嚟控制忍者，然後發射武器嚟攻擊敵人，然後如果忍者拎咗寶物之後，就可以用到絕技㗎啦。我哋要俾忍者打敗呢隻怪物，先至可以到達中流，成功過到呢一關。首先一開始就會有好多障礙物嚟阻住忍者過去中流嗰度，就會有一個炮台，佢會不斷咁樣發射一啲炮彈，所以要擊敗佢。落到去呢，就會有一個槍手，佢會不斷咁樣向忍者發射飛鏢。然後又會有一個炮台，佢嗰個炮台係負責保護嗰件寶物嘅，所以亦都會將佢射低。拎咗寶物之後，就可以使咗絕技，然後就會見到一個怪物，就會將佢打低，然後就可以成功過到呢一關。呢一關係第二關，呢一關嘅難度會比第一關難咗好多。不過我哋增加咗一個水柱，可以幫助忍者滅火。只要忍者打敗咗魔龍，到達中流就可以贏。一開始會有好多障礙物阻住你，跟住要靠移動台嚟行。落咗樓梯就見到一個槍手，呢個就係輸咗嘅畫面啊！
謝。